大家好，喺呢條片入邊，我哋會帶大家一步一步咁教你點樣將 Manage Engine Key Manager Plus 同 Service Test Plus On Demand 整合，去自動化啲為 SSL 證書到期同埋 SSL 漏洞警報創建工單。有咗呢個整合之後 ，Key Manager Plus 可以自動喺 Service Test Plus On Demand 入邊產生工單。當證書就喺到期或者發現咗 SSL 漏洞嘅時候，咁樣可以幫公司簡化證書續期流程。仲可以主動處理同 SSL 有關嘅安全漏洞。佢點樣設定呢個整合呢？我哋一齊睇下啦。首先要設定 Service Test Plus On Demand， 呢個設定係 SSL 證書到期同埋 SSL 漏洞警報都通用嘅。要做呢個步驟，去 API console.zoho.com。咁你現有嘅 Self Client 喺 Scopes 呢個欄位。複製 Key Manager Plus 工單系統，說明部分列出咗 Scopes， 然後貼去 Scope 呢個欄位，將時間長度設為10分鐘，填寫 Scope 描述，然後佢建立系統會產生一個 Grant Token， 複製呢個 Grant Token。而家去 Client Secret 分頁，複製 Client ID 同埋 Client Secret。呢個 Grant Token、Client ID 同 Client Secret 會用佢嘅 Key Manager Plus 完成整合。第二步喺 Key Manager Plus 啟用證書到期通知。要做呢個步驟，用管理員身份登入 Key Manager Plus， 去設定通知到期，啟用通知即將到期嘅 SSL 證書，指定你想喺證書到期前幾多日開始收到通知。根據需要設定通知電郵嘅頻率，喺電郵通知下填寫發件人同收件人地址，根據需要設定重複時間，然後佢儲存。而家我哋用咗 Zoho API 控制台複製嘅資料喺 Key Manager Plus 完成整合，用管理員身份登入 Key Manager Plus 去設定其他設定工單系統，開啟狀態切換按鈕。咁類型嗰度呢，喺 Service Desk Plus， 然後輸入以下資料：數據中心。咁你嘅 Service Desk Plus 按需實例所屬地區 Client ID 同 Client Secret， 輸入你嘅 Zoho API 控制台複製貶值授權 Token， 貼上你嘅 Zoho API 控制台攞到嘅 Token， 佢獲取入口網站，然後睇返正確嘅 Service Desk Plus 入口網站。請選擇為 SSL 到期建立工單，然後點擊儲存。而家整合會顯示為已啟用。當你有證書即將快要到期嘅時候，根據你嘅通知到期下所預先設定好嘅通知政策，系統就會自動為你產生一張工單。所以如果你而家進入呢，工單會包含嘅資料，例如通用名稱、序列號、DNS 名稱、到期日等等。有咗呢個設定， Key Manager Plus 會偵測喺設定期限內到期嘅證書，檢查下有冇已經存在嘅工單。如果冇工單存在，就會建立一張高優先級嘅工單，入邊有通用名稱、序列號、有效期等等資料。如果工單係開啟中、進行中或者暫停中，就唔會再建立新工單。如果工單已經解決、取消或者關閉，工單會重新開啟，直到證書續期為止。而家 Key Manager Plus 仲可以幫你用每張證書嘅序列號、網域同 IP 地址，揾出好似 Heartbleed、Poodle、弱加密算法等等嘅漏洞，用新掃描結果更新未完成嘅工單。如果問題仲存在，就重新開啟已解決或者已關閉嘅工單。如果問題依然存在，如果揾唔到有關報告漏洞嘅工單，就建立一張新工單。而家我哋一齊睇下點樣用 Service Desk Plus On Demand 整合喺 Key Manager Plus 入邊設定自動建立 SSL 漏洞警報工單。要做到呢樣嘢，我哋要跟翻類似嘅步驟。去 apconsole.zoho.com， 然後登入。咁你現有嘅 Self Client
喺 Scopes 欄位複製 Key Manager Place Ticketing Systems Help 部分列出嘅 Scopes， 將時間長度設定為10分鐘。請提供範圍描述，按需點擊創建授權令牌後將顯示該令牌，複製此授權令牌，切換到客戶端密嘅選項卡，複製客戶端 ID 同客戶端密碼。呢個授權令牌、客戶端 ID 同客戶端密碼將用於完成 Key Manager Plus 中嘅集成。而家讓我哋嚟睇睇點樣喺 Key Manager Plus 中啟用 SSL 漏洞警報，以管理員身份登錄 Key Manager Plus， 依次進入設定 SSL 漏洞，啟用排程任務，根據需要設定每日或每周掃描，然後點擊儲存。而家我哋用咗 SOHO API 控制台複製嘅資料，佢完成 Key Manager Plus 嘅整合。再次以管理員身份登入 Key Manager Plus， 去到設定、其他設定、工單系統，開啟狀態切換，啟用整合，話類型嗰度話 Service Desk On Demand， 輸入以下資料，數據中心睇返託管理 Service Desk On Demand 實例嘅地區 Client ID、Client Secret， 輸入你嘅 SOHO API 控制台，複製貶值授權碼，貼上你嘅 SOHO API 控制台嚟到嘅 token， 點擊竊取入口網站，然後睇下拉選單睇返正確嘅 Service Desk Plus 入口網站，點擊竊取範本，再根據需要嘅一個工單範本，選擇為 SSL 漏洞建立工單，然後點擊儲存，點擊確認繼續。而家你已經完成咗整合。當 Key Manager Plus 進行 SSL 漏洞掃描時，如果發現有 SSL 漏洞，就會自動喺 Service Desk Plus On Demand 入邊建立一張工單，並以主旨顯示。工單會列出證書通用名稱 Common Name、相關嘅漏洞，仲有域名、IP 地址、加密套件、到期日等詳細資料。就係咁簡單。你而家已經用 Manage Engine Key Manager Plus 設定好針對 SSL 相關問題自動建立工單，同埋 Service Desk Plus On Demand， 令你嘅 IT 營運可以集中管理，提升可見度同反應速度。而家每當有證書快到期或者發現 SSL 漏洞， Service Desk Plus On Demand 都會自動建立一張工單。除咗啱啱講過嘅功能， Key Manager Plus 仲可以同 Service Desk Plus On Demand 嘅 CMDB 整合，提升可見度。又喺呢個整合 Key Manager Plus 可以自動將 SSL 證書詳情匯出到 Service Desk Plus 嘅 CMDB， 實現集中管理，令 IT 團隊可以喺現有資產管理架構下高效嘅追蹤、管理同審計 SSL 證書。要喺 Key Manager Plus 入邊設定同 Service Desk Plus On Demand CMDB 嘅整合，請用管理員身份登入 Key Manager Plus， 去到設定、其他設定，再喺 Service Desk Plus， 喺伺服器設定分頁下，喺 Service Desk Plus On Demand， 喺數據中心中選擇託管理嘅服務台同按需實例嘅區域，喺客戶端 ID 同客戶端密啲欄中複製粘貼你已有嘅客戶端 ID 同客戶端密啲，從 SOHO API 控制台複製，喺授權令牌字段中複製粘貼你已從 SOHO API 控制台複製嘅授權令牌，點擊保存，屏幕上會顯示確認提示，點擊確認。而家要啟用證書同步，請再次導航至設置其他設置 Service Desk Plus， 切換到 CMDB 選項卡，點擊證書同步旁邊嘅啟用，選擇按需服務台增強版，點擊獲取門戶，然後選擇你所需嘅門戶。
選擇兩種方案，創建新嘅 CI 類型或使用現有嘅 CI 類型。喺呢個演示中，我哋選擇創建新嘅 CI 類型。請輸入 CI 類型嘅名稱，點擊保存。而家證書詳情將按需同 SDP 同步，因此喺 Service Desk Plus 按需服務中導航至 CMDB， 點擊你創建嘅 CI 類型，呢度會顯示證書嘅詳細信息，例如通用名稱、序列號、到期日期等。偉大嘅你成功將 Key Manager Plus to Service Desk Plus On Demand 嘅 CMDB 集成，從而簡化咗現有 IT 資產管理系統中嘅 SSL 證書跟蹤。我哋回顧一下我哋喺呢條片入邊睇過啲咩？我哋睇睇點樣將 Key Manager Plus 同 Service Desk Plus On Demand 整合，實現自動建立工單、處理證書到期同 SSL 漏洞。第二，我哋亦都冇點樣將 Key Manager Plus 同 Service Desk Plus CMDB 整合，導出 SSL 證書詳情。記住要探索 Key Manager Plus 入邊其他功能，進一步優化你哋證書同密嘅管理流程。祝你有個愉快嘅一日。